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文英啊，主任就是伫遮上班，伊就是我上好的朋友。你等下等我入来甲讲一下，吼。好，麻烦你啊。袂，莫安尼讲。头家，你小休困一下吼，我将我弟摕去洗洗啊吼。主任啊，我来介绍，伊就是文英小姐啦。主任你好。你好。对啦，主任啊，我想这个文英这囡仔真乖，佫真单纯，啊嘛真拍拼。我想介绍个遮吼，看有啥物口的工课通好做一个啦。安尼哦。嘿。啊，阮病院即马无欠骹手呢。主任啊，不要紧，看有啥物工课吼，啊找一个好做啦。是啦，主任，不管什么款的工课，我拢愿意做啦。好啦，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无你咧病院摒扫啦，靠伊可怜啦，这工钱哦，无介济哦。主任，无要紧啊，只要用个留伫病院吼，什么款的工课，我拢愿意做。好啦，我对我来。多谢你啊，主任。主任嘛，哇，多谢你呢，感谢感谢。对我来哈。你来啊？嘿，你有较好无？啊，迄检查的报告出来未？我等下做检查，报告无要紧啊。欧巴桑啊，你好好照顾阮翁哦。啊，也想要食啥吼，你就传互伊食。后需要用钱吼，你就甲我讲。会啦，好，你多知。请问一下吼，这间病房是毋是带一位陈先生？是啊是啊是啊，毋知伊是啥物代志吼？是安尼啦，有人叫我送这物件来吼，请你收起来。多谢哈。头家娘，有人咧送物件来。书记啊，是啥物人送物件来？无啦，送着所在啊。建昌啊，我先转来。书记。浩瀚竟然知影建昌住院，伊为什么我直接去找伊？伊到底是要创啥？伊要死人，我到什么时候才会讲完？咱病该教授的所在，你拢知影啦吼。主任，我拢知影啦。对啦，无伊今有闲吼，你今开始摒扫，啊，工钱哦，今仔开始算。主任，我有闲啦，我今仔用开始做。哎，好，无你今开始做吼。啊，这个保险谁放在遮啦？主任，不要紧啦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哦，好，来。主任啊，看卖，这查得有够乖，有够好命。对啦，主任，以后这个文英哦，就很麻烦你照顾安尼。会啦会啦。啊，无我先来等。好，先行哈。主任，多谢你啦哈。先行。好好好。赖先生，先生啊，我检验报告是不是出来啊？唔是检验报告，是化验报告出来。化验报告？顶工你摕我迄罐调水，我甲你摕去化验，结果内面啊，伊目睭的我的成分只有1点点啊，其他拢白滚水。白滚水？无唔对，所以才怀疑讲你的目睭哪会抹迄款药啊无效咧。赖先生，平常时是啥物人代替你咧抹药啊咧？上！头家娘，
代志？今仔的零粉拢食完啊，是毋是爱叫人送来？阿妹，莫叫人送物件来，你家去买，你家去买吼。啊，搁有哦，有今日开始不准有人来咱家哦。啊，所有门哦，拢甲关起来，拢会锁起来，听有无？头家娘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吗？你莫问我这啦，叫我去抓人去啦！何苏小姐，我是新来摒扫的，啊，内面敢有需要摒扫？唔免啦，下早有人摒扫过啊。啊，假使若有需要，再甲我叫一声。嗯。摒扫，你直接摒扫。嘿，啊，内底粪扫真济啦，麻烦你入去房间内底吼，将迄粪扫小裱一个啦。好，我即马入来整理，好。你去啊。建昌哪会伫遮？伊哪会伫遮咧？病，我袂去甲病做工课。病。哎，母娘，啊你毋是去上班做工课，啊哪会转来啦？阿凤兄，我无想要去病院做工课。啊？你无想要病院做工课，啊当是安怎啦？我伫咧病院，等着建昌。等着头家，啊有看到你无啊？阿凤兄，建昌的目睭看无，伊哪有可能看到我啦？啥？头家目睭还袂好哦？我，啊迄什么日本转来的先生，啊无那无弄啥的，啊无那车脚先啊专门咧变人，害我规天工，你我钱搁开了了。假使我若踮病院做工课，建昌的目睭好起来，伊一定看到我，而且头家娘，莫常常去病院看建昌，我绝对袂用头家娘看到我。贤啊，啊我之前我就甲你讲哦，就叫你莫出去做工课，啊，就闭关照顾好就好，啊，你就牵仔袂，我哪有法度？阿凤兄，我今日头一工去做工课，米家头家对我遐尔好，啊，搁迄个主任，啊，我安尼做，毋知对伊伤歹势无？哟，啊是讲米家头家吼，迄无要紧啊，迄甲我死党兼换掉的，啊若便宜吼，我较等来走一撮来共回者，啊无真正对人歹势。啊建昌哦，我是说咧甲看一下，看目睭看甲有较好，啊才有咩代志哦，嘛爱甲讲者，总是哦，较早人阿无做遐久你咧，对无？何小姐，这门诶，陈建昌住咧对一间啊？哦，迄间嘿。啊，迄间嘛。嘿嘿。多谢吼。是什么代志哈？哎，头家，头家，阿啊，阿是你哦，哎呀，哦，你二刚过来哦，阿啊，我能听到你的声吼，我足欢喜的。对啦，阿啊，你也知我住伫这个病院啊？就我去恁兜找你啦，啊，下骹手人哦，甲讲你来遮啦，我紧拼来你。好啊，来啦，照以后你坐啦。对啦，头家，啊，你目睭即摆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我的目睭吼，加真好啦，只要护士甲医生咧甲我照顾，应该吼有复原的机会啦。啊，我也袂赴甲你感谢咧，顶摆吼，你请日本岛的迄个医生甲我治疗目睭，我也袂赴甲你感谢咧。啊，多谢你。头家啊，你安讲我都艰苦啊你。啊，我之前请来迄个先生吼，保一定甲你医无好的，啊，若无你哪会倒过来病院啦，对无？你莫安尼讲啦，
其实迄个医生吼，医术真高明啦。伊开我的药啊吼，真有效啊，害我的病情吼无搁再恶化啦。我是想讲吼，我的目睭会当赶紧好起来，我毋才来住院啊。哦，害我烦恼一大久啊！我想讲迄赤脚医生，我想讲我家无咧。头家啊，我今日来吼，是要甲你讲一项不幸代志啦。什么不幸的代志？啊，就彩云过身去啊啦！啥？彩云过身去啊？啊，是安怎过身的啦？啊，就顶几工仔吼，二大火烧厝啦。啊，本来吼，阮拢拼出来啊啦。啊，就彩云为着要去入去摕一项物件，搁入去房间里，啊，规个厝全放落来。我叫小事。啊，是什么物件遮尔啊重要啦？啊，就煞毋知影较早吼，水先送伊的物件啦。当时吼，我成全彩云啊，甲水星啊，因两个做伙，我嘛希望讲，从此以后，因会当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想袂到，因即摆煞来发生不幸啦。讲头家啊，你也免艰苦啊啦。啊，这阵仔吼，我参彩云啊带做伙，我看会出来。虽然彩云参水星哦，斗阵无久，我知影因真快乐，因真幸福。啊，干嘛即马都歹运两个拢过身去啊！啊，我嘛甲因带做伙，我相信因伫咧天顶吼，我哪会幸福，我哪会快乐啦。啊，彩云，你个查某囝咧？啊，伊就我咧摇啊。啊好啊，你是个查甫人呢，啊是要来摇？啊，搁有阮某啊，阮某落来摇囡仔咧。啊，拄则你毋是讲你个面单已经火烧去啊？啊，你甲恁某吼一定无所在通住啦，啊日子一定过得真辛苦，啊是要来摇囡仔？头家啊，你的意思毋就讲我无迄个才头通摇囡仔？我讲我会生会死，做有做尾，我就会做到死，我就会甲囡仔请养到大汉。啊好啊，你莫误会我的意思啦，我毋是讲你无才调啦，我是讲吼，恁翁仔某啊以后嘛会生囡仔，啊以后你都要照顾家己的囡仔，啊你若有时间吼，就照顾彩云来的查某囝啦。我是想讲吼，你若无去啊，你就甲恁某吼，啊甲囡仔啊做伙搬来大廈厝住啦。安尼大家吼嘛互相会当照顾啊，咱共同吼来请养这个查某囝好无？啊，啊阮某就吞母袂生你咧，我袂啦，我袂等去担家。好啊，彩云毋知安怎讲吼，伊嘛是阮当家的新妇啊。但无讲伊即摆已经过身啊，留一个查某囝。过去吼，我无好好对待彩云啊，你着甲囡仔交互我，互我好好甲栽培，就算讲吼，我对彩云一个弥补啦，好无？头家啊，啊咱20多年的兄弟啊，你嘛了解我的个性，我着吼应人较惨欠人啦。啊，彩云啊，事当时吼，家囡仔交我，千拜托万拜托，讲叫我着爱甲请养大汉。啊，我若无甲请养大汉，啊，我免来对得起彩云大天之灵啦，对毋对？啊好啊，好啦好啦，头家，咱别讲这啦，就安决定啦。囡仔我来请养，吼。既然吼你遮尔啊坚持，无就莫勉强你啦。啊好啊，以后你若有啥物困难，有啥物需要，你做你来找我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，好无？好啦，啊对啦，啊通我来遮久啊，咱拢无看到头家娘。面包，来面包，好食包来买哦，紧来买哦。包最好食的来买哦，来面包啊。无两真久无食包啊。头家，啊，包安怎买啊？一粒一角。哦，3粒。来，多谢。同啊，你敢捌我哈？你若毋捌我，你一直甲我第一甲我第是第安怎？你是巴肚枵，想要食饱啊？
哦，只有滚鱼啊，啊，弄好济哈。阿凤遐去病院，哪久还袂转来？你乖，等下静啊转来吼，阿姨就叫阿妹啊，互你食吼。你乖，阿姨你要替你换尿珠啊，哈。啊！你安尼顾家地，敢是咧底安怎呀？啊！咱为病院，我爱行一步，你第一步，啊，袂输我欠你花仔钱无害你咧。啊！你巴肚枵我包互你食，啊！你安一句话也唔讲，啊！无你是恶狗，唔是恶狗，我也要信。啊！无你讲一句话来骗人。我巴肚枵啦。哈？巴肚枵？哦！啊！你遐够食？我就直接包互你食，你还食无够？好啦，这本来要互文英食，那互你食啦。我跟你讲哦，食唔通搁下地哦，搁下地我无包互你食，我那真善的哦，嘿，拜托啦。文英，哦，遐你转来啊？嘿。你乖乖哈。文英啊，你敢无爱问看卖啊？头家即摆目睭有较好无？建昌有头家娘替伊烦恼，毋免我替伊操心啦。我即摆烦恼的是咱的生活，我无迄个心情去替伊烦恼。嘿啦，文英啊，一人烦恼一项啦。啊，阮阿公讲吼，一人一家代，公妈随人财。你若真正晓安尼想哦，我就快活咯。啊好兄，阿妹煮好啊，好通食饭啊。哦，好啦，啊日头要落山哦，我点门串开，啊通我休困啦。虽讲无咧关心，阮规落去啊，知咧啦，我也不信。你乖，巴肚枵啊吼，阿姨来用阿妹啊，互你食，哈，乖乖哦。